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过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生五望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你敢相信，即马全世界市价上悬的公司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最近去上 Joe Rogan 的节目，家己讲出一段差一点就害了的历史。这毋那是一段创业故事，这根本是值得翕做 Netflix 的纪录片。因为 NVIDIA 的成功，其实是建立伫一个错误甲一段成熟的忏悔顶悬。1993年 ，NVIDIA 成立。黄仁勋讲，伊当时想要做一种新型的电脑，解决一般电脑做袂出来的代志。毋过问题来啊，当时所有的应用，一般电脑就做会到啊。伊的使命头起先，就注定无成功的机会。转机是啥物？是日本的世嘉。迄阵的世嘉用一种飞行模拟器的技术做电动机台。黄仁勋想讲，若是我甲即个技术搬去 PC 顶悬的，伊去说服世嘉，讲要帮伊做电动机台的晶片，这就是 NVIDIA 起步的开始。毋过灾难随着来，2年后，伊发现死啊！阮选的技术方向完全毋对。更较惨的是，四局有100外间竞争对手，全部拢选择正确的方向，只有 NVIDIA 行毋对路。公司的钱要烧了啊！而且伊还欠世嘉一台电动主机。这个时阵，33岁的黄仁勋做了一个上困难的决定。伊飞去日本，打算要起柜，嘛爱甲代志讲清楚。黄仁勋对世嘉的执行长讲了3项代志，这段话非常关键。第一，阮答应恁的技术行袂通。第二，阮若继续做落去，干那会浪费恁的钱。建议恁搁去找别人合作。第三，虽然我要求解约，毋过我拜托你，甲合约内底迄500万美金的迄笔钱，转做对阮的投资，好无？世嘉的执行长听了，讲：杰森，你若无我的钱，恁公司会倒。毋过，就算有我的迄条钱，我看恁应该嘛是会倒。这是一句实在话。投资 NVIDIA 500万美金的回报率是0%。毋过黄仁勋讲，你若投资，可能会了钱，但是你若无投资，阮就真正一点机会拢无去啊！几工后，对方应讲：好，阮听你。什么原因？世嘉的执行长讲：因为杰森是一个我喜欢的少年家，
就安尼尔尔。总算摕到这笔救命钱啊！毋过新的问题阁来啊！无人知影到底正确的晶片爱安怎做。黄玲芬口袋仔内底剩$200，伊走去册店买了3本教科书，一本$60。伊甲册交互公司的工程师，讲：来，这互恁读，读完了后，咱来去救公司。NVIDIA 的厉害，毋是抄袭，是重新发明。伊对第一原理开始思考，甲 3D 图形上合成的部分，直接做入去晶片内底。结果，伊做出来的一粒细细粒的晶片，速度竟然甲$100,000的机器平紧。虽然技术对啊，毋过钱阁要用完啊。黄玲芬做了一个比以前阁较癫狂的决定，伊找到台积电，讲毋免试做，直接量产。台积电应讲，以前无人安尼做过。毋过黄玲芬知影，若无直接量产，公司反正嘛是会倒，不如跋看卖。好佳在，张忠谋决定同意。这粒晶片一推出，轰动武林。NVIDIA 正做史上上紧赚到$10億的科技公司。时间来到2012年，有人用 NVIDIA 的显卡训练出 AI 模型。黄玲芬看到机会，伊讲：深度学习会使解决所有的问题。2016年，伊做出第一台超级电脑 DGX-1， 一台买卖$30,000。产品发表会现场，观众点啾啾，无人想要买。除了一个人 ，Elon Musk。马斯克讲：我有一间非盈利的公司会用到，迄间公司就是即卖的 OpenAI。黄玲芬亲自开车，甲这台机器送去旧金山。这就是 ChatGPT 的合作 AI 革命的起点。虽然 NVIDIA 即马已经是地球顶悬上大的公司之一，毋过黄玲芬讲，伊的心情甲30年前同款。伊讲，公司过30天就会倒。这句话我用了33年，逐天透早精神，我拢感觉到迄种惊吓甲无安全感。伊承认，伊毋是互热情伫咧后壁杀，是互惊吓伫咧后壁杀。伊讲，成功毋干那是热情，成功足大一部分是来自痛苦、孤单、建设，甚至是侮辱。毋过，就是因为经历过迄种艰苦甲辛酸，当你成功的时阵，你会加倍感谢以前捌斗相共过的人。最后，感谢收看。
再会。